我哋睇一睇啊30章，撒母耳記上30章376頁，我哋睇一睇22節好嘛？OK， 喂，讀埋21節啊，讀埋一段啦嚇，21節，揾唔揾到？21啊，讀埋21，1、2、3。大衛到了那兩人分離的場地，留在比斯基的班人那裏，他們將自己大衛並跟他的人，大衛全問他們，跟隨大衛的人落入比裏說：這些人既然和我同去，我們所得的財物就分給他們，只將他們同妻子兒女給他們，使他們大有收拾。大衛說：弟兄們，耶和華所賜給我的，不可分給他們，因為他們沒有我，將那福給我的家交在我的手裏。這小事是從你們想盡的我心，